小探听，亲像好食豆丁做花饼，一了一了加装修甲远，一代一代洗炭顾家花，花开花谢，潮起潮落，大江水千百款。是以我妈妈的角度咧写寿司啊，我妈妈的角度，我这边乖嘛，你是要陪我，你爱搁陪我阿母等了一久一久。细汉亲阮挂心头，大汉乃会手走掉，亲像无收的野鸟，茫茫渺渺随风飘，排着青春离开家园，愈飞愈远，愈飞愈远。敢知阿母的目屎绵绵长，爷爷合意叫你紧倒转。好通转来啊，好通转来啊！阿母出无偌生过世，毋通互伊短短一土时，较无你的手。这个写较济啦，龙珠嘛，回头啊，紧转来，好通转来，咱都试过一下流浪啊，迄种情节。即我家己做 MV 啊，用家己相片落去打，乌白打、倒打啊，变做一。距离开始台北、台中、台南、高雄4区，现场台湾叫我唱一条手现场。
我哭。OK， 感谢歌哦。我是安平啦，所以我第一个吼，咱内举不必期待啊！我先对安平对小铁小解去哦，这个书单啦，我相信大家拢最了解。伊这个台语老歌，这个作词作曲的吼，咱拢最了解。甚至讲伫迄个年代，战前日本时代，到战后，伊所推杀出来的一寡唱片吼，因个词差不多固定迄几个咧写，较有名，较有人去唱，因个歌较会唱啊。伫迄个年代，所以咱大陆伊是其中一个，啊，还有一个作有名作曲家伊是柯基安尼。安平悲伤曲即个故事我有一个先摆去研究过安平悲伤曲，伊即个故事是真实性。讲安怎来讲？以迄个年代就好人伫咧全世界伊个医学对因伫个医学一部是全世界第一，日本排第二个。好人是所以伫个好人，你要做医生，你个医德爱做好，医德所以阮迄个先摆讲即个故事绝对是虚构的。假的代志，因为好人过来遮，伊无可能安尼，一只拢无留住钱，伊就变去好人。放一个查某囝金小姐伫咧找老爸，伊讲这是一个虚构。当然，文学就是一个虚构的物件。真实的物件，真实的真相，人看拢是直可靠。传说会水浪漫，传说会较浪漫。但讲传说伙拢是假的。比如讲，三国演义咱知影有刘备、关公、张飞、李三个，历史有这三个但讲咱若看正史，毋只是交代因来做一寡代志，但是因为透过三国演义，咱较知讲这三个因土文三结义安尼开始，到三国演义战来战去。后代子孙有才会信关公，会去拜关公。这是因为《三国演义》平时因为历史真正有这个人，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关系。所以讲传说会较水，小说会较水，文学就是虚构出来。来，这安平悲伤曲，伊内底就是一个故事性讲心青花红长杨松，风出金花事渐浓，是龙尊虎虎，人心全无通。伊是惊水遇风浪，即个古怪啦，拄风浪，拄着风浪，放阮前人讲，心情无底顾，相思寄入海边风，海风无情笑阮寒，毋知错人心茫茫。因这就对啦伊搁咧写，伊就是一个假视觉模型，文学性就伫咧内底，用作白话的物件。伊会讲一个故事，第二段也共款，就是讲因这个查某仔，这个查某仔已经20岁啊，佫看文老爸伊拢是互伊老母请拢大汉安尼，到底是死还是死毋知影。到尾上尾巴嘛是想着讲希望讲安尼，今仔日会当有一个多情囝咱会当早日回归安平城，这个安平的金小姐一定是这个好人的对象，是这个好人的对象的查某囝，安尼，这个金小姐是伫咧搭，其实讲伊可能是为着押韵啦，可能是去个假啦，正常就对啦单路车是错误的，准啊你也是单路车是分。雷声、准雷声迄是倒来，倒来较靠分准雷声，就种落车落遐，老山人嘛毋对，
应该是爱温存的声啊吼，毋是动无声啊，毋是遐讲讲落，迄毋是安尼。啊，来讲因为迄阵可能就是即个运较好用，即个运较好用。啊，当然即阵我嘛有去办到一寡相片来，咱来看，即个就是单单较早小个台湾带领导即科技也做。是讲即个面对小曲即个曲调我嘛有听一个师傅讲，伊讲即个科技伊有一招去日本学音乐，伫日本咱有听到一段美乐蒂，一段旋律袂歹，伊拄仔记起来，等下也有写即个美乐蒂出，就是即个面对小曲，所以应该是喺日本也有一个比面对就是搁较早一个版本。甲一个头尾我无完全相共，但讲因为我记得先办伊就无甲讲迄个曲调无记出来，然后伊是听过所通选的，所以来讲好即就是风迄首日本歌，小可带回转来到台湾是我甲即个单单舞安尼结合做一首面对小曲。好，安尼咱就来听歌啊。咱先听苦手的版本，伊本身伊也是伊也有唱伊也有唱这头一个咧唱迄种设备或者你说录音的设备叫我妈妈，我妈妈7点来，讲我伫遐准备啊，我7点半开始伊较先。咱来看现代的版本，现代版本较好听啊，于天的版本还是比较好听。咱来遐唱，咱跟咧唱，我差不多放到一骹2脚心情飞马变中，风吹起花树情浓，笑容最何妨？用心转我痛，伊是行出不红龙，放我情感浓，心情无地空。就是行着海天风浪，海风有情，笑温柔。在窗心朦胧。开始咱这现代开始有较好听啊。这些东西，伊讲较早伊咧做客的，或者伊对在地并毋是讲伊个声韵、声调，并毋是带去溪口去演绎，所以绝对产生抖音的情形。比如讲，星星回人长洋装，长个洋装，来讲伊是安怎唱？星星回人长洋装，洋装伫遐长，多变长了，长应该。你应该是讲，应该讲，伊没有伫写咧，讲唱的人爱家己去，把迄个台语的调
爱甲掠无出掠无钱啊！心情灰暗长洋装，安尼就是长洋装，毋是长洋装，洋装掠转来，得去掠转。哦，这是抖音啦，哦，抖音 OK。咱来看一个首，这是最有名的万春风。哦，万春风伊是李林秋写的词，李林秋的词足多啦，吼，有够济啊！哦，尤其是这个足球的电影，哦，电影迄种，前几咱讲四月望雨，哦，四季红，外夜市，万春风甲古夜话，哦，伊拢是电影片，伊做的片。哦，内底也有李林秋、万春风，还有像周天王、像乌鸦话，而且咱周天王后壁也有小改变哦。咱先来看这电影片，伊讲内底的歌词我无想免搁念，因为人做熟啦。这是咱有咧唱台语以外，我今仔记的5条歌，全部差不多拢会晓唱哦。咱看这李林秋少年的时阵安尼。电影片，这一看做迄个文艺气质啊，伫日本时代安尼看，安尼算上界光卡的，种青菜，人家海角啊卡安尼，我是读书无的目的，结果西方雕的，拢伫即摆叫做酒店，较早叫做夜馆，我拢毋知。台南迄个保米楼，较早因古仔顶就是伫遐，因为是真正伫遐有一寡艺大，一寡查某艺大伫遐表演因的歌曲，还是伫遐念诗，阵人拢是较古典诗，伫迄个年代。即首嘛有抖音的精神的，比如讲独夜无花酒店的千万对面吹，亲像17、18岁袂出嫁，当着少年家。独夜无花酒店下，清风对面吹。即个应该第一音吹，等下是来变吹。就讲你若要对着一清风，你去对面吹啊吹就对啦。对面吹嘛，你个对面吹，清风伫对面，你去对面遐吹着，清风即个人17、18岁袂出嫁，17、18岁袂出嫁。袂出家，袂剃头做回事。我一个迄阵，收音机什么收音机上面一个叫来拉里奥，拉里奥讲的声拢较旧嘛。所以我就先摆伊就来讲，迄阵伊讲毋捌伫，袂去学校读册，讲毋捌伫个，伊讲。伊就问讲爸爸为什么因17、18岁伫遐卖水鸡嘞？卖水鸡，共款伊个声调。因为家音袂清嘛，了就因我就想讲毋是卖水鸡啊，是卖出鸡啊。袂出个时袂出鸡，这拢是一寡抖音的一个。但讲伫迄阵，伊可能曲三段拢固定的曲，但讲音乐词拢是三段无共款的词。所以摕迄阵因就是足多，要作词的人一定要有一个无共底气，无像即摆你作词，你凊彩一条歌出来就是第一段唱的，后壁个副歌搁跟唱几啊遍，足少有三拍的歌词啊，即摆较少啦，尤其是台语的歌个而且万春风就是一个查某囝咧思春，伊咧思春写，足有路的，讲想要问伊惊歹势，心内肝疲惫。这个够有路的。查某囝17、18岁嘛，迄阵咧思春，看到上面即个少年家顶北看，搁毋敢去讲，迄种矜持查某仔避暑，安尼内底搁有听见外面有人来，开门甲看卖，结果是安结果毋是来风啦。风咧吹啦，甲门顶单着啦，伊就讲剪娘嘛，月娘唱阮无偌大，互风骗毋知，是风咧吹，把这个门拍开，就是伊爱的对象，迄个少年家来甲伊看安尼，
个歌嘛是高款的吼，所以这首原曲我开始一直流传到即嘛，我出侪人在翻唱吼，我今仔日放个版本，我的偶像，飞飞的版本，吼。这条我妈妈做好唱，因为做主角，你看几位？就是要把初中的，然后初中没有那些钱。也拍谁？安全啊，对不起。而且这个杯哦，拍到十年，迄个日本时代建筑。这个开始拍插手啊。第三首你来扮这个肝芒花，肝芒花是咱台湾人苦饼底，咱台湾人的名人啊，为巴做起源吼。苦饼底伊的曲伊的词就对啦吼，伊咧写歌词，其讲伊较早写会写歌词，拄有人。就讲这个诗作好，这首诗作好，伊都甲批破起。比如可爱的话，你就迄个毛巾，可爱的话，比如讲这首《肝芒花》第五行替伊破起。我个日子有几啊年前因后生是苦杏夫，伊伫咧公园啊，就林爱之间，迄就是因。就是对苦饼底迄个时代就变流传落来来做一个慈善机构。因苦杏夫因为着要纪念因爸爸，到咱台湾就做一结合，伫咧台湾文物馆办一场苦饼底的演出会，拢是伊写的歌，所以我看这边演出有管弦乐，包括室内乐拢有啦，伊个做大条安尼。所以肝芒花伊，因为伊本身也有写小说，也有写散文，伫咧迄个年代对吧？会使用台语写也无有伊嘛是伊就是用台语写，会使写小风诗，这个写足新鲜，伊就伫咧遮看到边仔附近遐个庙啦，国过来从书讲到遐个北界，而遐个新年节来讲艺术嘛，个写个小风诗的故事。伊就家己编一寡剧情安尼，足新鲜。这小往时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周定邦，周定邦我就我有教家声啊，甲推荐讲，因为伊个洋歌啊，7字啊，洋歌先单袂去，讲
伊也看有机会咱即个庙口讲过，叫来多看卖啊，互人伊会做者。伊嘛是有甲小方是甲变做七啊歌册，拢会弹后伊有一本册，嘛有讲CD，最近伊有要办一个演唱会，真侪办，伊有办一个演唱会，真好啦。伊之前伫台湾文化馆咧做啥物研究嘛，顶个月较退休尔，算是个暑假啊，这个，迄届咱伫咧生活美学馆，山顶海面，7场后诶，别个团体邀请伊也聊歌，咧讲迎春，朱迎春即个老前辈伊故事，袂歹。来，只歌梦花，白无香落，冷风来摇动，无喜花，无美梦，啥人相疼人？世间人经常抢花，无人来探望，只有温柔清白光明，笑不着迷茫。一声，讲伫咧后壁第二首咧，只有风雨温柔摇摆，过不着摇旗。这个技能看起来，风叫阿姨的开始咧，多情金歌来来去去，伴阮过黄昏。伫个流行歌来讲要用文学来写歌来写会当足通俗的，一寡流行歌有啦。伊个陆王秀老师我做非常有。咱现在咱来小解着伊个歌，我即个是。伫个一个台南文化营，我去讲来上伊个课，伊有咧讲，夜词讲啥是上解好流行歌的写法。来讲夜爱占几分，夜占3分就好，词占7分。来讲安尼唱起来，文学成句小可淡薄就好。你讲规首拢文学成，安尼足听啊足歹做，听啊听无啥有。当然受过雅气，受过文言气。安尼我就朗朗上口，大了，我当也书讲啥，伫即方面，所以讲伫个讲日本时代到战后一段时间，因所写的书，拢有符合着即个耶稣讲啥，嘛是尾首了后开始，故事开始手写在一个歌就出来，迄种足粗俗，所以有人讲台语歌足无水准，并毋是无水准。是一寡做有水准的，伫较早一直咧流传落来，有新的歌起来讲袂熟，因为伫个7款年代、8款年代这段时间，大家爱听迄种浪子的心情啦，爱听这个尔啦，开始一寡手写在一起歌，母语啦，爱情的骗子我问你，是上歌拢足切安尼。就迄个时代，即摆即个时代佫无共，你看今年的金曲奖，佫无共，开始因为作词甲作曲的，因为提升流行歌的产出歌嘛，我是办即个李庆美的帮会，李庆美伊本身是一个对歌星出来，了后做演员，我最爱看伊歌戏，伊咧歌戏做出的，我最爱看伊做可怜的，做人辛苦还做人大家伊咧做即种做法，伊嘛足够唱，伊有一寡声感的底，但讲伊唱起来我用一寡半声感的声音，所以就袂讲离咱伤远，嘛袂讲安尼讲足粗俗的这种手法，所以我找这个版本，这个歌嘛我有足侪版本。即个我可能因为我较少听，就较少听，即个我做好听，我有教我听。
是咱即个咱用古典的唱法、声乐的唱法，嘛咱用现代流行歌的唱法，哦，拢都适合的。过来是要小拜淡水牧师吼，淡水牧师，迄阵叶俊麟吼，甲洪一峰因两个合作伙合作的歌曲，有够侪算袂清啊吼。我一寡对伊做咧研究，日本时代甲战后一段时间，因为台语歌谣吼，因伊拢有去探讨，甚至讲去田野调查，访问叶俊麟本人啊吼，介绍伊个后代子孙啊吼，拢做了解。迄阵因个时空背景吼，到即摆，甲咱现代从迄阵个淡水，到即摆，甲咱即摆，伊即摆淡水无是写诶迄计甲即摆淡水是无共款，差得济吼，时空背景是无共款。啊，当然，洪一峰咱若做了解是作曲家，伊嘛是一个足有名诶歌星啦吼。OK， 而且吼，咱来看对吼，这是叶俊麟。洪一峰，咱较熟，洪一峰咱就较熟。文学的物件吼，内底有一种叫做视觉模写，模写不一定是视觉。咱个五感，看到啥，听到啥，闻到啥，食到啥，啊讲闻到啥，五种五感。这个五感的模写吼，咱若用了水就对了，伊会当互增加迄种画面。不管写诗啊，或散文、小说，咱袂使，只要是文化的物件，咱加一种模写，而且足具体的模写，了后伊个本也是增加，互读者真正是伫个内底共款。看一幅图吼，较是讲是看一部会顶当的电影，安尼。这个文学迷人的所在。一只因即首诗，即个歌词，日头上要沉落西，水面。染五彩，因咧像唱染五彩，伊讲台语来讲，直接喺读到染，衫裤爱染色，染五彩安尼。迄阵，伊讲我拄来咧讲，这神办节，但面面老师啦，但面面老师伊就会讲，这应该唱水面染五彩安尼。迄阵伊嘛有甲叶俊麟因拢熟识，甲叶俊麟讲，我无做啊。伊即摆知影，歌都印出来啊，袂有啊，收嘛是使去，所以到即摆一直流传就是染五彩，正常爱讲染五彩啦吼。讲男女老幼咧等待，时阵倒转来，讨食到窗棚放开，轻声诉悲哀，幽怨的心情无人知。而且就是讨食的楼台门放开，就是迄阵皇宫要到。红港，日头要落西就是有一寡，来讲趁食查某，开始咧出来营业，即摆因开始出来营业，因讲毋敢大门开开，过来就是讲门半开安尼，就讲这是伊的一个吧，就讲伊心情幽怨，伊的心情命运环境的部分，互伊不得不来做食这道的，所以幽怨，心情无人知。这就是第二第二点就是下暗嘛朦胧的卫星地平线突出些无线，而且伊就讲着河的水影，
海风阵阵寒，鸟仔找无伴，来体贴动心肝，这种是听觉、视觉、某些作用的，好，规个教，皇宫也教啊，有带诗意，来夜夫下也教，教一个真声心稀微，相比海边起，灯火真稀微，闪闪像天星，灯火足真稀微。咱咧看天顶的天星就对啦，伊无可能足大趴啦，因为伊一片拢乌的嘛，一丝的。伊个星星拢足细趴，咱远看足细趴，咱现主时来看到灯火，那个路顶啊拍起是足大，是足光的规片，规角拢照的。但是讲啦，伊用这种诗来讲灯火真稀微，有啥物稀微？看的人心情稀微啊，并是这个灯火是真正稀微。所以人讲真见阴神秘，想起着某一个时阵迄个过去的代志。所以这个歌是足有无共性的较早录音室里头摆，一条足古早迄种配工啦。咱来听伊爸仔囝来比较一下，来比较一下阿明讲的唱歌。我17岁时阿英讲19岁就拄出道，我就到电视啊，所以我总爱唱伊的歌。听是喏听到尾啊，听伤久到尾啊，时间到，歌拢来办了。第5首就是秋风夜雾，伊讲我要推9天讲我对，迄阵差不多甲李林秋有共演的，差不多2支大条，写台语歌词是因2支大条，李林秋甲9天讲安尼，因迄9天就写做安尼。这种冇看游山人，我特别对游山人有一个印象特别我迄阵咧细汉咧听歌，我都听这个歌，也毋知伊是人做的，毋知啦，迄阵拢毋知影当然较大汉了时阵，有去看者《波浪花》，波浪花这部小说白先勇写的《波浪花》，伊内底有提出个叫，但我伊是游山人嘛，伊也改写。讲是写山，伊甲即个人去就讲因中国的波浪花故事，因中国的一个算啥讲，
大班拢带妈妈桑来台湾安尼熟悉，讲伊一寡故事用杨三郎较写用一首歌落背，迄种伊曲，其中杨三郎伊有一条足有名的曲，是万里三分，万里三分伊也是一个足有名的曲安尼，迄首我足爱听即条万里三分，伊的歌词足简单，但讲伊的曲，应该讲曲写了好，所以伊的词我听到足简单的词了后，曲伊就特别，讲会当讲即条我一直传落来。但讲我讲话因为伊的曲伤过白话啊，伤过直接啊，所以就伊的讲话时阵较无遐尔悬。这秋风夜雨就无共，就讲风雨声音搅乱秋夜静，时常听起大滚口鼻声。这一般歌词足人安尼写啊，文单就安尼写。但意思来讲，像我咧写但意思，我就用这种写法。我现在做功课，我袂使讲，我做功课袂，我用照别款的景来讲先来功课。大本仔咧考，大本仔你讲捌听过大本仔咧考的啥？毋捌，我嘛毋捌。大本仔咧考笔试，是伊讲是听下迄个人的心情啦。但讲伊听的方式是别种是安尼，伊听了就是大本仔是安尼。这安尼。第二段讲故事吧，因为无法度人结成无完美嘛，环境会做个艺术安尼，而且后壁车辆已经收稳啦，等一等安尼，亲像海上的小帆。这个版本袂歹嘛，这个杨三郎我欣赏，因为我是讲伊这首的词这首的词较有学习，无杨三郎的曲来讲足多啦。就像我讲乌夜花，伊的词内，伊嘛是有故事。乌夜花内底嘛是一个相当的故事，就是一个产条查某伊提起身边那是落雨的暗暝一蕊花安尼。乌夜花因为乌夜花伊较简单所以我就跳过，我就一首秋风夜雨来绍介这九条歌。这条歌我也足爱唱，我家己嘛有唱的版本。我现在较比较一下。本来是咧听阿明讲，我来学写我讲拄来讲诶，我17岁时，伊拄19岁伊19岁出道嘛，从我拄变声，就声音加，拄爱唱伊诶歌，甚至讲伊模仿伊诶声音，我迄段时间甲伊想要我，拄伫咧14年前，我拄出工，2009年出来时阵，拄一个医院公司诶西来晚餐这个节目。去阮兜拍我的故事，我阮兜住伫安平路遐拍我的故事，了后阵特别来宾就是阿明红，请阿明红来阮兜做伙食饭伫遐看，迄阵伊拄迄条上海的人，要出版，要发行安尼，等于伊甲我教上海的安怎写，迄阵市面上无一条歌，我就感动。恁若有兴趣，咱点YouTube点。我的名，你就找着即个版本，伊阿用去阮兜做节目的版本。来，咱来听伊唱歌。伊唱一段，我唱一段，我也唱一段。我阵早年就听安唱卡拉 OK 即个去卡拉 OK 大家点主
现条咧共办动物啊，我这是因啊，我手条咧就搞我很听啊，伊这个帮我发出来是慢慢啊，雨天去，但是又是重新编曲，装进来，啊，了解主要在夜老花方面啦，我这超十方前啊，比贝斯特还要开始，那个我听是多的。开始信口的信。这部戏就是我所听一个古早古今嘛，古早哎。如果我古今古今台语诗，台语歌诗，都这个系列的演讲嘛对，今仔日算第三场。我之前2场所小解的，拢是全部是台语诗。我就无晓得古早歌啊，因为今仔日是伫咧庙口，我想讲可能来听就是我互你上古早。我讲全部拢放阮台语诗里写的诗吼，唱嘛，伊拢冇听过啊。后壁规定个冷场，所以吼一头先特长一个，放5条来耳熟能详听啊无。后壁对吧？可能后壁50分，你有诶毋捌听过。就讲会当看，会当去看着讲台语诗，伫个战后开始了，因的脉络，创作的脉络，我第一个小开始，也是讲就是即个啦。我拄仔讲的先摆就是即个。我拄出来的时阵台北电脑书熟悉伊了时，伊4个咧演讲，伊拢招我做伙去，做伊助理，就是我替伊操作电脑。伊个演讲如果即首就对吧？即首原底是一首台语诗，叫做咱的故乡。伊的本身就是故乡是咱的生，故乡是生咱的所在。感念感恩在心内，付出心意，付出爱，代代花蕊，代代山。故乡的四边拢是海，青山绿水随阮来。美丽山河，咱所爱，毋通互人来破坏。故乡突出中央山脉，峰峰相连，插入云来。玉山阿里到奇来，这是命根的所在，这是一首诗。王明谦伊这个作曲家王明谦，我伫顶礼拜现在也办一场伊的演唱会尔我有去听，迄阵一场介大场，阿扁也后来看，迄场就一寡台风界打了。就写台语小说就叫陈雷，毋是唱歌迄个陈雷陈雷伊是足有名，伫阮台湾界算是上强、上正宗的金字塔的上顶端迄个上一堆加拿大转来，我参加世界无共赢，以后去听一场安尼。伫遐后面这段甲即个故乡的部分，甲改做台湾。所以后壁。从就故乡嘛改做台湾，尾出就讲有时阵有的人毋知讲即个典故的，伊即条台湾就是词甲曲拢是无明天，伊讲毋是啊，词是当面联系的，伊只是改2字尔，所以因两个感觉是共同创作的词。即首伊有足侪版本，我伫个讲迄工，伊的演唱会是顶礼拜六，
第二摆啊，讲演手是伊嘛是唱一首，啊嘛后壁有一个合唱团。我甲用伊家己本身的因为我的肉声的手法，甲后壁合唱团拢写，相结合的时阵，会互人感动。即条歌真正听着，尤其是咱若主张台湾建国的，会特别听到即条歌吼会足感动。哦，咱来听一下这个歌。从唱到后壁做澎湃，互伊迄种地气的人吼，演奏会较高响感，啊了后唱的人会怎样？一直声一直加强，所以说感动做够。咱来先来听王明天伊唱的，头仔是伊唱的，我来把这个帮助来做，拄才把了手机。今天摆咱所看着嘛，美术安尼，一个人爱行大语堂，啊有转去，啊有甲对后壁有合唱团。台湾是西南的所在，高阳港不在阮心内，付出钱。战后开始吼，咱一寡阮台湾界一寡前辈，伊咧推出这台语写作，吼，并无一定是台语诗哦。啊，只是讲因台语诗是上较直接，因为伫底啊，咱今仔是现场随念读出来，吼，甲是朗诵，拢诵出来。啊，所以因写的台语诗吼，会较押韵到位，伊可能会去押韵。啊，开始写一寡较口号式就写口，咱的行口号。是讲咱伫咧台吼，因要推出台语嘛，互你读出来，你就会直接感受，直接感受着。所以直接感受着，都变做是歌。伊的歌也是着感觉，因为阮咧写台语诗时，阮咧写时候，读第一就是感受着，伊来感受。阮的情感是藏伫内底，所以伫迄个年代写话，到阮这个年代，
台语写写是较无共款。啊，伫迄个年代，吴春生啊，恁老师又是伫台湾演讲唱歌、现场吟诗，遐是伊出国去到外国，外国一寡讲咱个台湾人，算一寡算白色恐怖有名大，无法度转来台湾，伊就要拢去现读，严重故乡是生人个所在，感恩在心内，付出心意，付出爱，代代花蕊，代代山，像安尼探落去。因在地遐个台湾人嘛对，嘛使来嘛使去，因为伊无法度转来，伊就是感谢的。就迄阵，就譬如讲咱个故乡就出来。到后壁即首毋通嫌台湾，也是共款即个意思。即个林永敏杨明先的伊讲我后手小爱5条款拢甲我所写的。这两是我的先辈，内底也是上尾尾迄是甲我同辈的，种种种先辈袁明先的伊是写台语诗散文，伊是专在台湾台湾算专在诗散文小说评论，而且伊是华语台语拢有咧同齐写，伊毋是一般就讲写台语，伊有诶伊是早期拢写华语，有一个读册了伊想要写台语。了，一直拢写台语，就无法度去写华语大部分拢安尼。像我是算像我即种开始写台语的较少啦，伫台湾界袂超过20个。写台语的差不多1000几个啦，有付出在面差不多100几个啦，付出在面。像我即种纯台语，落来就写台语，拢是袂超过20个，一写台语，无是拢毋捌写过华语。杨明虽然是伫咧台湾界是算，伊也是写山头，来讲伊是台语华语同齐写，所以伊会当写报社后咧读伊的诗，伊也即几档也出册，伊一直咧写，退休了一直咧，拢一直写文章，台语华语拢同齐写，即几档旧年出2本，今年听讲今年佫毋知后个月。如果要用一本新节目了，出册足紧，伊佫有继续写，这作客的小太太是个咱国内足有名的，叫啥过身去的，伊嘛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所以伊伫咧外国做签证的搞台湾，伊是做有名作曲家。这首毋通谈台湾的版本，听杨明先来讲，应该有70几个版本，咱。较耳熟能详的小太太即个版本，咱若听祖先请你毋通嫌台湾，虽然土地有较下，阿爸会搬阿母的血，着乡土满世界，像这用这意思互伊读出来就知，毋免经过思考，读出来就知咱若听说，请你毋通嫌台湾，也有苍云，也有山，过去的地满布的香，互人笑台。才袂通咱若听台湾，请你咱若听故乡，请你毋通嫌台湾。虽然土地无轻松，认真拍拼，前途有望，咱的幸福无输啦。是这是伫咧台湾市路迄阵，伫咸水台湾市路一个因每一年拢有一个音乐会，台语诗的严读的音乐会，这是其中一档我去安尼去。伊即阵伊拢搁着放伫咧伊个面册，确实不可的大头贴，讲去到遮水，伊毋敢换。咱来听伊即个版本，安尼可能就是我来看一种版，因为足侪版本我来放即个徐锦存的版本，因为我最爱听徐锦存唱歌所以接下来要为大家演唱的是。
有过声甲了，我拄爱听的声。我第一日了有声甲个，但大家有一个合唱班、合唱团，台南有一个爱甲合唱团的团长，云南爱博士伊是一个声乐家、音乐家，爱去家内底，开一个班，我去报名参加了，开始对学声甲出到了嘛有去咱台南市爱甲合唱团去遐唱一单，了伊工课落完了，都继续去唱讲我一生的改变，就是这个云南派老师啦，伊互我上大的改变啦。向阳老师，向阳伊本名叫林基勇迄个老师是迄阵番薯仔时间就是台语战后第一本的台语诗集落着时空诗写的，就是比如拄则林荣敏老师、阿林老师、吴建仁。林中元，咱中元先生甲向阳，做对李金华，一直到今嘛，迄是算台湾界上个早的第一个台语的诗社，伊迄阵，用伊即首后壁的文化算较有名，迄种俗有名，迄阵向阳老师伊咧写即首的时阵，讲袂当讲闽南语，闽南语当是方言。伊个年代是方言诗，所以讲我有一个听，人咧甲访问，我迄阵咧写，写落无所在人发表，无人咧看台语诗个台语个，一种方言诗，甚至讲迄阵国民党签约国剧合制度，伊报社刊出来才出代志，方言诗，所以到尾伊就家己收集啦，收集伫伊家己个诗集内底。所以即是阿爹的同胞，伊阿爹就写同胞啦，妈妈写头章，母的头章，伊就讲伊的年岁嘛，少年时阵、结婚时阵、生囝了，安尼，伊的年岁头毛的色彩，阿爹咧描写，因阿母的意思，阿公就是要用薰吹，阿嬷要用白晒，伊讲即个白晒。讲因阿嬷看伊孙无说伊去跋倒就流目屎，所以伊有一个咧，向阳老师一个咧，类似种家庭亲情的诗，拢写做好。第迄阵伊若是我讲直接要互你听但讲迄阵向阳老师伊是伫咧华语诗，较早写华语诗就足有名，伊较早写华语诗的，尾手了，伊有一站写台语诗，写无济伊台语诗写无济。但讲到即马，伊的台语诗到即马咧流传诶，有伊的歌伊的台语诗有足侪人来编辑，讲世界渐渐的嘛，例如像我开始伊做一个写就离大白丹，乌网评论，就是像我有台语也有华语的版本。咱来看伊的诗我真有伊的版本的款，真有伊念的版本，我去即摆找个新版我来，无向阳老师伊咧念伊家己诗做好听每日早起时，天还未光，阿爹就带着饭包就是即摆讲的便当，其实便当是日本人日本话的日语。方法便当，是日语。迄阵，日本时代进前便当即种物件叫做饭包啦。台语便当就是台语叫做饭包，饭包安尼。阿爹就带着饭包，车着旧铁马离开厝，出去溪埔替人跋山石，每一年。阮拢咧想，阿爹的饭包到底是啥物款？早顿我问阿兄食包配豆奶，阿爹的饭包起码要有一粒卵，若无安怎替人跋山石？有一日早起时，天还乌乌，阮偷偷。
走入去灶下内，掀开阿爹的饭包，无半条肉，3条菜脯，番薯仔、番薯签、葱饭。伫个即种写法就是老爸安怎听囝，安怎听囝，伊某只要写出来，伊就是讲即个经安尼。啊，伊是用囡仔角度去看，所以即首一直到即嘛，啊，佫足侪人咧流传，足侪学生囡仔全体朗诵拢念即首，台语用即首啦，啊，华语用念即首吴胜老师的《甜蜜的负荷》，啊，爸囝就拢固定念即首啊，即首著名，咱来，希望老师伫我第4本诗集有替我写一个诗文所以我都讲都敬佩啊。伊是我的偶像，我看到伊，我咧讲话拢安尼，讲袂啥出来，会紧张。啊，伊是三个兄弟，一个中间咧，我就看住住南港，伊是南岛人嘛伊伫迄淋浴的款，迄个浴就是火，啊有3片，伊也是一个诗人，啊上细汉叫林国伟，即摆伫咱南大科技大学伫遐做教授，林国伟甲我较熟。我也定去台东看，黄山老师遐奥数研究，阮两个就咱足好个啊！因讲秀文老师甲林国伟，因拢有咧写台语。啊，因为应该讲林国伟看到我台语诗了以后，很咩有一张启示讲哇，台语诗水哦！我甲林国伟靠话讲所以我伊也叫我听10回有啊。但我甲秀文老师咧讲话，我会紧张，伊是算我的偶像。来，咱来看即个阿爹的饭包，伊拢是一寡合唱团的唱法，啊，拄找着有副歌词的有字幕的，咱听较有。
因这咧唱吼，听讲，因为伊这用合唱用的唱法，啊，所以咱咧伊也无字幕无，直接听无伊咧唱啥，合唱用的唱法，因为有几个是四部合唱，啊，做咧唱着就听着因好嗨的声音尔，然后是听无歌词，因为歌词一直重复，啊，所以我找着即个有字幕的版本，我较介意譬如老师伊现场的念伊个版本，伫顶光也出有吼，啊我临时也咧做可能是时间袂到不定，所以我就跳过。哦，迄个老师是一个我足敬佩的一个东西啊吼，足调皮哦，嘿。我今仔日所介绍4个先拜，一个带共陪，拢是即4个先拜拢是我的偶像。后来陆汉秋老师吼，陆汉秋老师，伊是我今日我的时候，即个看到一个报道用访问伊讲伊要推出一个叫台语心理学、台语心理学，啊，尾去了，我就看到拢去看伊台语时阵嘛，去看，好，我感觉讲伊是咧写歌词，伊也承认讲。伊就是咧写歌词，然后伊个歌词同咱诗共款，所以讲耶稣讲啥就是安尼来。伊已经创作在几条歌，顶一阵啊，今年我伊有出一本书，有帮上水，甲伊所有写过的歌词嗰啲，合作伙做一本册，内底10几条竞选的歌曲，边个有竞选的歌，春天的花蕊啦，台北新歌中啊。做足多，退食拢停啦，拢民进党啦。伊较本也是个，就是，伊有得过两届的金曲奖，最佳作词，对啊，金老师，金老师，话来是我第一届看到台语诗咱台语歌词会写到遮尔水。我震撼，伊这毋是喊口号哦，伊这是较早比种喊口号一看到就要你知影。然后伊写的啥啊？伊读出来讲，天星下过小山沟，伊的影对着泉水人。老到咱兜的门骹口，咱攀着星光流落平平凉凉，感情相通。伊嘛是咱念着一段几个条，但讲伊感觉甲迄种口号式的无法，伊是有掺伫内底，情绪是掺伫内底。但讲伊用的词，咱听有，所以我即个耶稣讲啥，伊本来是有家己内底加3分尔，即本就是台湾听有个小讲法，尤其是后壁，云为山了过白白，有时浅浅，有时厚厚，云虽然行行真老早。山远远伫遐咧等候，两个注定做伙到啦。我是云，你就是迄座山，顾着你，惊你是风寒。我过白白，你真足看，特别拢是海干上岸。一生你是我的心肝。即句啦，云为山咧过白白，我就迄阵看即句，有时我会去想象，也是伫咧山顶的时阵，一支山，到过，过，到半山就开始将近山的底看，反白白是不知，伊都过安尼，迄就是想的。前几站我甲一个朋友去东华佚佗，就说一个就对路人啊。到屏东起来，台东花莲伊啦，到花莲时，中横，阮叫人驶中横转来，驶中横转来，伫咧山顶我真正看到红尾山了过来，而且会驶，伊拄好一个车咱停的所在，我停伫遐，伫遐翕相，真正看到一条山云伫遮飞，点伫遐。真正是云为山，你种看就感动，心内就是即条歌安尼，
有时清醒时讲吧，伊咧写情歌、情诗啊，男女之间的故事，伊甲即个画牌，后边古早是画牌，红西退火画牌，即个画牌，伊甲即个典故，就是咱现代，而且佫特别足自然的生态、山甲湖即个物件，所以我足感动的你话邱老师，我是常介意面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伊的学生，我迄阵阵去台中，就是去住音乐生，伫遐，伊也是写台语的我就常去拄邱老师引导听伊讲话，伊即首着也是反正伊的版本较好听，听是伊的版本较好听，别人要安怎想，我感觉就是无迄西咱的开口。应该是讲画牌，西咱的开口就是咱算有像唱歌戏的歌戏腔啦，唱歌戏的腔口，伊唱，反正伊唱歌戏的，伊像西咱种开口，小小种开口，安尼。出两张专辑，拢照相。这一件大陆就写啦。我去赢手个是，无像人像我即摆耍有赢
我去活动中心啊。哦，活动中心双面啊，我会去地区附近，地区附近但是你刚刚不一定要请，你刚刚不要请啊，一般你看是讲迄个陈建新老师，因对我做过，迄阵我拄出国的时阵，袂晓讲妈妈伫个中和差不多历史博物馆较头，我中秋的后遐，当时历史博物馆迄边，搁伫个安南店附近，我两个人伫遐开一间，寿司馆，素食卖寿司的。我妈妈是咧食寿司嘛，阮两个人袂晓煮食，袂晓煮食，我要开寿司馆，开9个月，开9个月倒大，迄阵就把你当过盘店安尼，一规头拢带过来盘，所以这是一个经验啦。我这世人无是生意行，无适合做生意。我就先又来，无讲。伊讲陆安秋老师伊的台语诗影响我足大。如果是我的第一本诗集另外在团队内底有上届买一页有19条台语歌，我有就要写歌，天下文，所以第一内底伊的长底句啦，伊的长底句甲所了解的耶稣讲啥，问是占小可这种情形有去受到陆安秋老师的影响我今仔日有段时间会有上届尾是帮我家己写的歌毋知会有袂？我家己想的无要紧，咱话袂听过。对，咱比较甲伊，拄仔即老师我最欣赏伊遐伊是一个足水务的啦。伊捌做过文化局长嘛，高雄文化局长，台中的文化局长，但讲伊足水务，伊到伊出门嘛是短裤衫啊，拖来做。讲伊足水务的，伊对我足肯定啦。迄阵我咧讲的时候，我记伊阵我伫咧台湾日报，伊做副刊的助理的时阵。我就咧看手写稿，手写写台语，去到报社，伊有甲我看，伊佫写过来甲我鼓励，所以我对陆老师足尊敬。有一届有我甲阮一句话，互我足感动，讲你用即摆写台语诗要写名字，剩无几个，这是对我足大的肯定第一，咱台湾界写台语诗，写名剩无几个因为我伫2003年开始写，经过从今年到今年我20担，会当行到这个坎站嘛，这个前辈因的诗，互我足多一寡启示，我家己思考，家己去研究的一寡台语诗的写法，心理学安尼，较咱听出一条我家己较无共款的路，全台湾界惊我歌笔上写完，无人我当去放无落来安尼。嘉华洪嘉华是我解释会的朋友伊会出大出早做水果娘搞这个无想要嫁安尼。我用即首有无就是伫个前几张迄个什么大佛，什么我要是片尾曲有无？伊那阵有入围，有得奖的款那阵主题有得奖，伊即道报得奖。当然，伊对我发明的是这林声祥，林声祥伊的版本安尼。这首好伫倒，伊讲伊咧写歌书，嘉华伊甲我思考足好个嘉华应该假是应该无识嘛第二你是你海洋的，你家人的海洋大这位无是泛江的，伊毋知对几嘛毋知，伊拢一盘啦。你讲台语是其中一个伊个人足低调，伊是阮台湾界一个才女，伊我拢足讲写歌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今年出一本我随伊去工会，伊第一本台语散文是足恐怖，伊足好写文章的，
第一站个我认为，查某囡仔送而且要上好，伊个透视人伊讲嘛，伊拢无想要出版，伊讲卖出去啊，然后伊是安尼认为啦，所以即摆拢照一寡编辑的启示啦，介绍写论文啦，开始写评论啦，伊创作较少，对于伫伊个面册就你着时时会看到一张相片，写几寡代志，内底就有足大个含义伫内底，真好啊！伊咧写讲有无啦，就是写人生啦，有无嘛？人生无定着，世事歹样子，翻新的呛死，有啊无？骆驼3年骆驼8年啊，虽然好野山，到那个北部有啊无？这个写人生嘛，你是毋是好个运气呛死有啊无？会当互你变心，先宇宙方生，变心了变好了，袂有啊无？拢伫咧问嘛，有天有地，有生有日果，有破树有田路有草仔花，有偏有稀有北有稀有偏有紫，有即心正义，有意义，愈梦幻愈泡面，愈路也愈甜，后壁是无爱部分。拄则头前遐无地无天无星无地果，无树无田无草仔花，无看的无听的无闻的无当的，即当就是咱个清爽嘛，咱个字，当前当，无空思妄想无代志，风风一喙烟，乃甲火水花，乃甲遮一个花，昏头昏屎有啊无？昏迷有啊无？这个人生，昏头昏屎，人个一生啊，你开始食薰嘛，昏屎袂通，安尼比如一生，有啊无？昏迷，甲昏迷，查甫人是，你要食薰就讲你个虚华的部分，虚华的部分就内底有啊无？对头到尾就是咧问，一直咧问有啊无？这是毋是？咱来听两个版本哦。第一个版本好听一段，听原曲较慢，才华伊下面手几个版本哦。叫我有一摆伫个水高社的高峰，水高社高峰你知水高社跳了，以后就无，伫遐演讲，伫遐唱歌。伊后唱一条，伊大起无，大地主题安尼。就讲我咧录的时阵我录的袂介清啊，歌词袂介清，就也是放伊伫个伊
家己唱，啊，伫外口大气大来帮助，较清，是会较清楚。出上门金嘛，所以专台湾设一个，拢咧试一个方面啊，来日再去伫新台，我有过去过去来开讲的嘛。我一直考虑，要讲家己的歌喉，应该阁会有啦，但即条我好难转来啦，就家己写啦。有即个曲即个真名字伊是台中，伊是宜兰人去伫台中中省，去中省。伊本身那是伊是一个音乐老师，也是一个文学家伊来写诗来写散文从身躯出各样去，一直拢爱坐轮椅，抵抗力、免疫是足低，所以伊做即个出门。伊若出门，咱是因甲顾条的，从2-3年前，伊开始也咧写台语，开始咧写台语。伊有咧写台语歌，台湾伊有咧写台语的文学的部分。再从到熟悉了后，我嘛甲顾会写台语歌，写较有文学性。从开始去比赛，台中文学奖摕到第1名，台语诗的第1名，一名次，安尼。嘛是介绍嘛是一面切实在，可是我高中讲我看过伊伊讲用想要替我台语诗做歌，我摕一首去做，伊就写落了，伊讲家己开始去请伊朋友编曲了，我家己去录音室录，去阮一个好朋友伊家己用的录音室，你是要陪我？我是以我慢慢的角度来写一首诗啊。我慢慢会角度，我是咧乖嘛，你是要陪我，你爱阁陪我久，母等了一步一步。细汉亲阮挂心头，大汉咱会手走掉，亲像无收的野鸟，茫茫渺渺随风飘。排着青春离开家园，愈飞愈远，愈飞愈远。敢知母的目屎伊面前，含面叫伊紧倒倒。好通转来好通转来。母出过偌济伙事，毋通互伊转到伫土时，较无你的气。这个写一个龙珠啊，过头紧转来，好通转来，咱阁死过一下流浪享受着。这张歌我摕阮头前，阮兜的头前出来，咱庙边过，我只比较摕一摆就是三叉路，也是。你的
你爱搁陪我哭。OK 啊，家己的歌吼，听歌，愈听家己愈变势个，家己的歌比头放到尾啊，头前遐成本拢办一趴两趴，无要紧啊。你若成本对我足好 ，OK， 这是我家己做的人为啦，这是吼4人前普及吼，足侪人吼，那么足爱听这条歌，啊，所以伫咧，我伫咧我。啊！咧演讲啊，还是啥物吼？我拢会随时找即条歌的顶换单，随身电我找的。有人要现唱，有人要听我就现插咯，就现唱。随时讲一礼拜要唱一条歌安尼，袂歹啦。今仔日讲我到车吼，介欢喜吼，谢谢。我们今日做精彩，我们就让电影要把我先说起来。我讲的迄个罗汉秀啊、向阳啊、林永敏、陈英仁伊9月初9伫迄个基隆人，其他人遐有咧办一个，若是台湾诗歌的音乐会，9月初9，伊是9点到中昼，伫咧基隆人，我。较早在做我咧保存咱咧工作内底，大家有时间跟来参与。我另外有咱我大个时阵，咱比理事啊，我之前咱金武器大兄讲，咱陈廷寮扫帚啊，咱以后会当来安排，就是讲咱会当安排一道来做白扫帚的体验啊，或者嘛是咱以后会当来安排事情。我比喻理事嘛讲，陈廷寮遐嘛会当有直接嘛，所以咱嘛当然嘛是用 DIY 啦，扫帚嘛，或者嘛是咱以后当来安排的一个活动。最后有咱刘洪家，有咱伟志刘伟志状的时候，我叫听你家，我直接到下来了，刚说到下来，我咱感谢咱刘洪。因为我真爱参与替老师家分享者，其实我本身嘛是咧教只是讲要像安尼去欣赏台语歌诗吼，会机会较少。不过我之前我捌听过小黑老师啊，谢明佑老师之前伊有类似的吼，用迄种文学史的方式去讲解迄种。台语歌诗，台语歌的演变过程。不过我是讲，当然啦吼，迄是有一部分是台语发展的一种过程，是有正经化的部分。早期时期讲，你无法度讲了足明显的，引用诗歌内底，你无法度讲了明显。所以台语诗，台语歌也好，台语诗有部分是表现得较压抑。恁讲出来时候变做是较受逼之。我感觉吼，聘老师今仔日点示，我感觉伊互咱体会着讲，其实台语诗歌伊有另外一方面，包括是生活，生活部分是进前就有讲着。过伊是搁进一步去点示讲，台语诗歌内底迄种文学性。伊的音乐性，而且是伊的生活当中的艺术性。即部我感觉相对来讲伊个比进前可能进前咧去分享即种台语诗歌的，有讲较压抑性、较抒悲情。即部我感觉较典型着，嘛当反映着咱台语诗歌伫即个时代，其实应该会当聊行出咱家己的自信。即部我是感觉真感动，上摆感动的是，尾仔迄条歌，你真正是咧赚热热。我
感觉以后我真夭寿诶，我咧搞在，是真正足感动诶啦，因为虽然可能老师是讲已经行过啦吼，所以咱大家侃侃而谈，常分享。啊，过这是用你的人生啊，妈妈嘛是放人心内，我想妈妈嘛一定是有一段时段足艰苦的。啊，过好佳哉，台语诗文内底吼，甲佩云老师甲接起来，啊，佩云老师嘛甲台语诗文诗歌咧，搁加发扬，变做是咱台湾台语诗人前20名。就是咱大家文化基金会内底咱甲互我写法的。咁我这种感动啊，这种自信的，当以后当家过来举办嘛，聘老师嘛，做时间嘛，咱不停去参加赛，你大家简单参加的不用。咱我要讲这个高会提高。迄是咱陆边问义府创的时，伊80大寿，80岁的大寿，伊是邀请阮这种做土管区文化园区阮的代志班包括社内阮遮因迄个学馆咱社内过4代名人。演唱世界歌，拢家己作词作曲。阮迄个科管区文化园区，阮负责两地，头是1、2、3、4，拢因4代名人。后壁阮两地，就是一块第5地，就是即个蔡基兰伊所写的《退问禅宗》第6地就张教授。张宏景、张老师写迄个班智慧的春天，我好拢总有杂地歌，阮要表演的，阮就表演第5地甲第6地。希望咱遮大家拢会当来参与。因为我嘛真感谢就是歌品老师，就是会使其实我会感觉讲会使学写台湾诗，其实贡献真特别，因为伫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因为我是练简讲龙头安尼，我嘛爱真感谢就是台港文化促进会理事长就是玉坤老师，就是其实我高中就开始读音乐，嘛是因为有即个缘分会使甲伊熟识咧。其实我感觉因为其实我做这个时间我都甲佩老师就是台语时代，我就是讲，我就是家己学写，就是讲写，比如讲伊。虽然讲即摆写台语诗的程度，甲伊比其实搁差足济，就是诗情我是迄种粗学安尼，但是我是感觉讲会使用即个要甲台语即个代传的即个传承的过程，会使就是每一项拢学，毋嘛讲就是未来有法度就是继续甲佩老师做伙学习啦，将伊的即个虽然我甲伊写共款的，因为我模仿过伊的诗，但是就是要模仿甲出诗，其实无一定简单着咧。嘛就是希望讲有后摆有机会是后个月，若有时间可以再来听台港文化促进会即个活动安尼，感谢大家。